驱魔人扎康将灯泡交给了大楼的保安，特意叮嘱他这个灯泡有大用，千万别好奇害死猫拿它测量下颌骨的长度。随后扎康和利弗登上了楼顶，布置法阵画了一个大大的美式符咒。What is it? Demon seal. Design. Triangle of Solomon with some elder runes and Enochian script. It comes for you, it'll have to enter the circle. The seal will hold it. 然而楼下的保安反倒过于听话，他把灯泡丢在一边，自顾自地刷着抖音短视频疯狂点赞，丝毫没有注意到灯泡在不停地闪烁，死神在向他挥动小手。很快扎康就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利弗认出对方是楼下的保安，不过扎康马上就知道恶魔已经借用了人类的皮囊。两人按照事先谈好的方案，利用利弗做诱饵，准备将恶魔引入法阵。没想到对方没有丝毫犹豫，见时机成熟，扎康关掉电闸，念出最经典的咒语：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昊天正气，万法归宗，波耶波罗蜜。恶魔逐渐被削弱，但他突然变成了扎康的样子，很明显比扎康更憔悴，并告诉扎康珍惜时间，多看看吧，等你去往地狱就会变成这个死样子，甚至每一个与你熟悉的人都会下地狱的，就像被你的自负害死的无辜小孩一样。说完，恶魔用念力扯断附近的高压线，将准备逃走的利弗牢牢捆住。但扎康知道恶魔的力量来源于电力，于是他打响信号枪，通知同伴黑进供电公司的系统，强行将整个城市陷入黑暗，然后再扔出火机把法阵点燃，让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这下恶魔彻底慌了，他竟召唤出当年因扎康而死的小女孩。面对小女孩痛苦的哀求，扎康心软了。其实他一直为当年的事感到自责，这段记忆也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利弗抚摸父亲留下的项链，看清了小女孩是恶魔幻化的假象。当得知这个消息后，扎康恢复了理智，他念出最后的咒语，彻底击垮了恶魔。虽然小女孩是幻化的假象，但在一同被收走的那一刻，扎康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曾经的痛。他想起了恶魔的话，于是拒绝了利弗的加入。不过他在走前给扎康留下一张地图，是他预测出未来恶魔会作案的地点。看来扎康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啊。与此同时，利弗在回去的路上看到因恶魔害死的人类，可恶魔刚刚不是被消灭了吗？难道真正的大 boss 还另有其魔吗？